好開心咧，就第一日用咧就先用咗呢部機，咁睇下煮出效果都 OK。咁呢個番茄青魚咯，咁啊就係校咗第一個模式就99度，咁佢開始嗰陣時咧大概就30幾度咁，慢慢開翻部機，都好安全啊！佢上個都可以打得開，就喺左右兩邊嗰度一齊拎起就開到。一般就應該開就咁揾啲麻油紙抹咗就得，就唔使打開。不過佢開方面就可以有個自己想深層清潔就可以。不過裏邊有3支金屬咧，就最好唔好打開咯。因為佢裏邊下面就設咗一個發熱管，其實好原理好簡單，寫得好好咯。好呢個電變咯，係咯煲咗10分鐘。佢開呢個保鮮爐模式咧，就6個鐘頭咁耐。佢煲出嚟個效果都唔係話咁熱都，咁我就用拖板用，我第一次用，我安全啲，用拖板用咗呢個7A 嘅電線嚟嘅，都其實應該夠嘅。佢都見到佢都煮得好熟。佢已經金黃，即係煮到應該得。都好靚，煮10分鐘，有個喉應該可以。而家仲有得賣，如果喺嗰啲網購平台都已經有，就都1000蚊度都呢部機。好多謝大家欣賞。